纷争，坐伫交椅大点点看咧目睭，关闹纷争呢，即闹三顺甲18日诶，关虾米？互我平安无病痛，互我诶家庭平安无病痛，互全马来亚诶人平安无病痛，全世界诶人平安无病痛，因为他那世界是真正无啥物和平。你看少年家只敢杀人拍人虾米，咱拜佛诶人希望讲即个世界较平安。第二项我爱你人要求你人受八关斋，还是无八关斋诶人，爱去注意一项，若是入了即个大殿，毋使讲话，人讲身边真正济，了伫大殿伫讲闲话，无庄严。大殿诶所在，互伊清恬，要讲话要紧话，点点。要讲较长诶话，咱出来大殿来讲。咱你看别位人讲，你看，你去看大只有诶，咱人去拜红公诶所在，伫大殿红公身边有诶，点入去了清幽，这是我希望有人对这个是女人好，我无贪半项，我爱女人好。咱红公像你看，伊人入来这边大殿，伊人真正尊重我人是红公身边，无讲话，无乱骂诶话。伫教官了，女人做大人，毋通互囡仔走来走去伫大殿。因为有时外国人入来看，哎呀，你看入来呢，真正清幽，真正恬。红公欢喜，女人欢喜，拢总平安。看咱来，按不啲啊，买 spectacle 看有啲 room 无？各人念南无大萨三道 please 1 2，含目睭毋使紧张，互我平安，无病痛，真正快乐。互我家庭，我阿爸、我阿妈、我厝内拢总无病痛，快乐平安平安，互拢总全世界人。拢总平安，做咱 start 1 2，毋通紧张点点，有保佑有保释。5礼拜了，我伫讲一个一个因果，人做恶，原因对这个12点的恶的精神，但咱这个12点恶的精神，8点是对贪。5点是对钱，圣地，无欢喜心；5点是对愚痴，也是叫做戆戆呆呆。这个12点的精神，伊有了这号款的精神，咱所做的物件，咱骹手所做，嘴所讲，心所想，是恶。这个12点的精神，若是做过了有了这个安尼的精神，伊爱出5号款的结果。原因因为有了这个12点的精神，结果有5号款的叫做5号款的 result， 结果伊出5项出来互看。头一项，不大讲，巴蒂山的维巴嘎。这个巴蒂山的维巴嘎就是讲头一点有了这个安尼款的这个贪嗔痴的心，伊行着带咱去出世的苦的所在，地狱禽兽恶鬼阿修罗。所以你看这个12项11项会带咱去出世的无好的所在，有一项无带咱去出世的。他电话才切白讲，安怎有一项无？这11项是对贪了咱所做的行动，也是所讲的话，来拖咱落这个死的苦的所在。对钱对圣地也是无欢喜心，伊本爱拖咱去出世的这个无好的所在。
对牛市有路行，但你路行未拖落去，一项呢会一项什么呀？无相信佛活证，加四山礼命佛，加四山人讲我无信这，我无信佛咧。这方物件若是有了，伊爱出事伫考诶所在。过一个会记得对牛市诶，是过一项是戆戆大大，这戆戆大大诶精神啊，未带咱去出事。因为虾米事？伊无力，伊无这因果力。你看伫大啲世间就好，若是一个人着掠，伊若是讲你掠着伊讲啊，你掠伊去马来讲啊，达到伊偷摕我诶阿毛丹，了摕口供啊，你讲诶，一个人杀无识啦，戆囝来，戆囝来，咱就下骹骨筋啊，放出啦。所以这个第12点诶对牛市戆戆做，讲起来啊。像个小人呢，所以安尼款的精神未带你去出事，所以这个12号款的精神是11号呢会带咱去出事。我咧一项讲讲的，伊未互你去出事，但你达日有一号因果，这叫做巴瓦蒂维巴加，巴瓦蒂维巴加你想要知第2号款的果是对这个12点的精神，这巴瓦蒂维巴加是啥物啊？你看今日你人来出事做人，是正是无贪、无圣地、无妄想。今日你人来贪来出事做人，特别出事甲了拢总是人是人。虾米事一般人啊，大啲出来食，逐项好好，3倍4、5项。虾米事一般人大啲这边啊，所食是买配豆乳一项尔。虾米事人加穿衫满贵贵的，伊加买加穿。虾米事我未堪，啊，落去我若是12000块的，我就会穿够热了啦。你加落来，这个是叫做巴瓦蒂维巴加，达日。虾米事一个人你看，伊达过买车、买新车、买新车。虾米事一个人见要买车，就要去找second hand，我未堪买新的。这个解了就是叫做达日的出现的因果，这个叫做巴瓦蒂维巴加。所以人若是做恶，伊出了这个2号款的因果，就好款是去出事大陆，到你带你去出事啊，去出事做恶鬼，恶鬼是恶鬼啦。但你路伫做恶鬼，你看顶礼拜我有讲一个话，伊做恶鬼，你看伊做恶鬼啊，伊看到甘蔗园，然伊要食甘蔗，但你看，伊要去买甘蔗咧，甘蔗壳咧头壳，安尼你就卖无明白啊！几十年直接看到甘蔗，现在甘蔗园伫对伊，安怎我袂趁食？但你有福气拄着一个木兰全家，木兰全家讲，你愈经过去，你袂使顺手去挽咧甘蔗，你只顺手伫后面拖咧甘蔗来食会使。所以你看这个叫做达日的因果，所以咱就你看达日都所看到的物件，甲了拢总是对果来出来。所以这个看下落第达日出世的，达日你看到的啊，食到、听到、看到、味到、动到、担到，这个叫做达日的因果。若是做了这个12号点的恶，几哪礼拜我就讲啊。这个人若是讲来出事伫考的所在，逐过一开目睭看到无好的物件，安怎会叫做无好的物件？伊看到人伫刑罚，伊看到屎，伊看到骗，伊无看到一项好的物件就对啦。所看到拢总是真正无好看的物件，伊所听。无一个人甲讲，弟弟哦，若是一个牛鬼本来像牛鬼无本来无讲啊，大灵无，他了是压起来话，那话就是啥物啊？拢总听了无爽的话，所以这个听到 unpleasant ear eye object， 看到是真正好的物件，听到是真正刺激、真正惊的物件。那出事伫地个听了咩啊？
打背你听着虾米啊？听着路，啊路路道龙啦，我唔敢啦虾米？听着我冇几个唱，偏康所味着虾米啊？两种无爽的物件，西肉淡片，安尼路啲味着，吹食虾米啊？吹食两种是即欧龙的物件，臭的物件。And body contact， 当着是虾米啊？当着是要互你听的，无一项当着。咱做人有当时当着，去咱的朋友厝当着，伊桌顶后落一只石石，桌顶后落一只爽一只水。你饮平马那有互你看当着水水爽爽啊！你去当着是虾米啊？刺山啦、火啦，你去当着火你看安怎样？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把握机会把握，把握机会把握，突击的安尼去看。所以这个叫做。and 这个特这个把握机会把握，伊有8点，and 这个8点是对虾米啊？头一项是这个我头妈讲目睭、鼻孔、耳啊、喙这个5项，目睭、耳啊、鼻孔、喙甲上骨动着，这个5项了。第6项啊，听着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会记我前过讲你，若是一过看着啊，一过听着，伊心行17下。头3下唔知，第4下是这个五根的，再讲有目标。第5下，马路只讲看到的精神，还是听到的精神，嗰啲是叫做 ear consciousness， 还是目睭看到的精神，耳啊听到的精神，鼻孔味到精神。and 这个就是第5，第6个是接受的精神。会叫我讲这个红公仔大伫这边，伊心跳来笑了。and 这个逐个看到，这个精神啊，看到了 object 吸起来，伊叫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接受的精神是好的物件。看到了，哎呀，当我衰呢，最好唔使看到最好的。and 第7点是 investigation consciousness， 有当时即来查考 ，in other words 叫来想着的目标本是好的物件。所以有的人未困，暗暝去想。啊！我呢，大部人就无聊，你看啦，我囝看衰我，大部人伊阿爸话有伫趁食，伊看伊阿爸有，那阿爸就倒了看我无趁食，伊看衰我，即个曲来笑的，互你看，所以食目油，所以即个就是做恶有即个老何款的果，即个就何款的果是带你去出事，就何款的果要带你，要日伫款待你的。伫这边咱要知是原因结果是对咱正式伫做出来的。这个啊会记我讲上加这个应啊呢，有人住伫江边，有人讲阿狗你臭人，相边拍到对的声，想阿狗你臭人，拍到对的声袂讲阿狗啊你好人啊，无啊，你出虾米话，伊拍到对虾米话，这个就是叫做 echo， 这个叫做 wave。你夹波啦，掂咧劈出来，安尼波啦拍到对出来，你唔通去骂咧劈，哇咧劈，安怎你安尼拍，你拍我咧出来，你掂我出来，我掂你出来，所以这里叫做 action reaction， 原因结果。That's why 啦，佛在啲一条诗讲，mano putang dhamma dhamma， mano seta mano maya， manasa ce padutena。Basatiwa karotiwa tatunang dukaman weti cakangwa wahato padang kaliau si sim nasi sim bo tham sim bo seng te bo gong xiao， 这个心是清气的心，这个心那是有了贪，有了圣地，有了功效。对境之点的心后尾是要互你食目油了。所以你人看，若是你去圣地时，你做物件的，还是讲你去贪的时，你做行动，还是你讲的话，是你想讲你无伤人，后尾对境你是要互你食目油。不达讲啥物啊？上到迄个即个你知即个牛伫行，按即个牛车的轮廓对紧迄个牛的骹尾对紧紧，
所以这个靠对紧路，那是路这个贪圣地妄想，唔是讲一个红光，伊西洋路，伊小路，好路好好的物件，也是路歹，伊靠道路，呀，人讲 God created punish。这个佛教讲唔是 punish， 因为你做了这个物件，后尾对紧这个苦，其实你今日受苦是最害你，是你家己害你家己，所以无相甲别个教，别个教讲你若是就看到啲苦是啥物啊 ？God punish 你，唔是 God punish。佛教讲这个是正，因为你正规你做了的行动、口业，还是心意对贪。你做出来，对圣地你出来，对妄想，你唔是你小好啊，你教一个囝，这拿只碗去烧，那伊若是啲无欢喜心啊，你拿碗去烧啊，死鬼啊，通点落去烧烧，你碗唔破，靠，你烧烧你看伊圣地就烧烧你看，未来安怎样嘛？死囡仔我教你乱了就碗破了。靠对紧啲后尾来了，你唔通圣地你强，我嘛教我烧，无靠无贪无圣地无靠，所以伫这边啊，我教甲这边我讲啊，无这个靠的了，我今日都要讲啊，无这个做好啦。人若是会晓做好啊，拢种人大伫这个欲界means有大波甲有查某，大伫天顶本是上乐园的天顶叫做。四大金刚大的天顶，也是个第二眼，就是讲倒立天天公大的天顶，第三眼阳魔天，第四眼是叫做都市大海文斗数天，第五眼法乐天，第六眼都叫个住宅天。这个甲咱六眼的红光，甲咱做人是叫做快乐的这欲界。那是快乐的欲界，人那是伫做好是。但諗這個必音嘅正線再來，頭一號點，我本是上教你考嘅一對，有四對喺這邊，頭一對就是蘇曼那沙沙哈嘅當，亞那三拜要當阿桑加里講，這個人一所做嘅點聲，伊心歡喜，蘇曼那沙歡喜，亞那三拜要當，伊知講我做嘅物件是對嘅物件。阿桑加里讲，无人甲伊做，伊家己发出来做，这是头一点的精神。像甲一个人，伊要布施，伊听人讲布施好，欢喜啊！下马仔我要去布施，其他路我要去西龙啊布施，你要来无？你到龙来到来载我好无？欢喜，所曼那沙沙个当，亚那三拜要当，伊知讲布施是正确。后悔我若是讲咧，我贪那啲布施。后悔我唔使出事，安尼谈讲，所以相信原因结果，这是亚那三拜要当。阿桑加里讲，伊家己发明，伊听了来咗了，伊发明伊爱去布施，这个就是讲伊主动家己发起。第二点的精神本是想，特别这边唔是伊家己先发起，伊朋友招伊，你来布施无？想，你要去咗哈？你跳舞有？人伊讲好，我才来，人招伊来，所以白日那是因果识，忽然一个拖伊来，忽然一个功德较悬，这个第二个伊招伊来拖伊来，伫这边伊功德较输，特别伊若是有个人钱个靠较久，伊想了过想，伊功德靠较输，伊想拍算盘累好。那这边唔知个起暗边暗人讲啊，无女唔通打交暗啊！这边这里啲 box， 上边这里啲 box， 这边有个人说行来暗，所以伊hesitate安尼，伊这个精神较输，靠较输，所以那是人只要一随来，后来就是叫阿桑加里讲，随伊发起爱来。所以这边你看，我桥浪讲，你在画囡仔，你看人阿妈带伊来了。阿妈叫这个囡仔，囡仔我唔是囡仔，我差不多大汉啦，14、15岁。布施下，你咳半可以伊听伊嘛，伊看伊嘛，带来伊欢喜了伊咳，伊本咳。
你这边你看啊，阿嬷甲囝精神无相，阿嬷家己拍算要来，伊是头一点的，哎，咱阿嬷逼伊做，咱伊欢喜心伊做，这阿嬷的是头一点，囝的是第二点，要别日要来做，要来结缘，你看别日无定着，有当时阿嬷做王娘。这个都要做王囝，较假，看做本是阿嬷的 control 伊，所以这边你看，所以那啥个当伢那sampai当阿桑家的讲，所以我读这边一个故事给人听，你知无啊？这条故事是佛讲，有大啲佛，有啲世间的点声，有一个 Brahmin 名做马哈舍那，这马哈舍那是咱的萨利布达的。伊阿爸诶，真正好朋友。特别这个马哈舍那会巧个真正巧，伊家己知，伊讲我今日安尼巧，就是我正事未晓保持，今日我巧个安尼。萨利布达看了，哎呀，我这个阿爸诶朋友安尼巧，我要来去度伊。萨利布达早起夜捌去伫门口去徛。伊住伫拉面厝，佢知伊有伫拉面厝，伊煞唔敢出来，伊做上个无人，因为虾米事，巧甲无半项通保持，所以伊讲啊，第一点上个无人啊呢，所以头尾伫拉面厝唔敢出来，萨利布达大部分知即个人唔敢出来，因为伊巧无半项通好，食本无虾米够。该几日萨利布达过去，本是安尼，大啲拉面唔敢出来。你过一日，这个马哈舍那人请去啲厝叫伊去念经，了人念这新都教的经，念了人互伊一碗糜，甲一块布，这布嗰是 small piece of cloth， 细细地布，无正啲我常常讲咱的手巾啊呢，像半油安尼大。这有了这个糜呢，伊安怎想？哎呀，但日我无物件通好，今日我有一碗糜，甲有一条饭油镜。下无若是讲萨利布达，若是有来啊，独人啦来接受啊，这个。萨利布达大伫这台湾暗，伊拄好伫坐船起来。哦，这个马哈舍那要保释，伊去。去了呢，伊看到出来啊，伊讲反对接受我这个糜，萨利布达知这个人挑干咧，所以拿这个碗卡，这个拿这个新路卡这个糜一段碗讲，卡到半碗了的时，萨利布达下手砍一把，意思是讲啊，搞了，特别这个马哈舍那伊心爱保持讲反对。接受啦一碗的糜，唔通讲接受一半俩。我知今日我，因为无保持，我今日安尼巧。特别你唔我爱讲这个功德呢，互我后世唔使安尼坎坷。我安尼老了唔通想讲即时爱好，后世互我，了互我后世会谈上个路谈了呢？路谈了咩？谈着觉悟 enlightenment， 所以托。伊保持伊讨讲后世我唔使安尼巧，互我来得着觉悟哦 enlighten。人若是真正巧的点声，若是保持啊，伊会快乐。所以那啥个当真正欢喜，啊对，今日我贪保持，after all 一碗糜尔，你看欢喜甲欢真正欢喜。有的人开单啊，算饱。本地上个伊安尼欢喜一碗糜，哎呀，伊种一出伊精神，所以那啥个当，伢那300当，虾米事啊？伊知讲今日我巧是，我对我无保持，但是伊心力真正强。阿桑甲你讲，看到这碗糜呢，无人介意，主动欢喜要好，参一条的手巾哦，这饭油一本好。该无偌久呢，伊死，伊要死的点声，伊想干咩？啊，瑞今日萨利布达，互我一个机会通保持，我有贪正学，啪，随出世做人，伊出世大啲到社会国，
萨利布达布达伫大向边个位，伊去出世到咯，一个大富翁的新妇，大伫巴岛咧。你看伊讨啥物啊？伊讨讲啊，好我得着你所谈的物件，你所谈有甲我唔会甲我。And then 伊今日来投胎伫巴岛咧呀，伊嘛病囝，伊嘛病囝啥物啊？伊嘛渐希望。伊讲诶，达甫人听，我要找一条诶沙哩啦，叫人家诶，我袂有诶。你啥物事？一个囝要来穿家西，病囝伊要穿有诶布。And then 回销伫食，伊请伊达甫人甲伊请回销来，伊好野甲300个碗是金诶，野一个金碗。And then 回销食剩诶物件，伊捡，伊要食。And then 伊人呛人讲，一个查某要生一个囡仔，把日要来出家。你看，即个出世呢，一个囡仔，因为虾米说？伊正事是人，即事是人。我逐个讲啊，你看咱正事，咱虾米咱唔知，because 啥物正事真正济，咱唔是人。特别即个正事是人，即时来出世做人，细汉啊伊会记。看到萨利布达来讲，这个是我的先生，因为我保释伊今日我来出世好野人。你看，一条皮带伊麻，互伊这个囝用100千。因为古时唔是 machine 做呀，甲了是拢总是鸡胖鸡，安怎样伊侮辱人家真宝的物件，伊做互伊一条皮带互伊囝用。你看，细汉有妹妹呢。伊摕伊手翻即个皮带，翻即个皮带了，萨利布达来的时要互伊名是，伊举伊手直起即个皮带，了伊即个查某囝路仔就讲，伊手互皮带交着，伊手交着皮带，了人要去偷即个皮带，伊嚷伊无，嚷大声，吼大声，人放迄个伊无吼。然伊骂街，这个囝唔通去作乱可以好，伊咧保释这个皮带，然你看抱伊起来的时，这皮带掉，伊放落去皮带，然伊骂知骂讲，万地接受这个皮带，这个囝要保释皮带，你看来出世呢，伊有了，这到咯，因为伊正是伊保释有温柔呢，你看，所以来世。7岁呢，伊讨家嘛，我要出家做回销，随伊人互伊，你看，因为伊细有妹妹的时，保释皮带了有一日落雨真正大，像人站会啊，落雨真正大，你条回销真正济，到底日到晚暗1000个回销，有个回销啊，无人赞助，赶要做啊。大啲行啲火，挂过头啲行，那这个7岁囝把路只做回销，做是啥边啊？讲慢点，安怎路人渐苦掉啲火位？讲喂什么呢啦？喂，我人是虾米事？我人赶就唔使来行火，赶只皮带架啊！伊讲什么呢啦？我人就是无福气，无皮带，愈福气愈皮带。我人无皮带，回想无人互伊袂使讨。人讲，到你就是安尼袂来对我来搏干。你看7岁囝带1000个回销去搏干，伊唔使开喙讨皮带，伊说呢。达人摇皮带出来，你下面落3日少年刷落雨，像个咱咧看啦，暗这条街你看，隆重啊，好一日啊，伊收着1000条的皮带，这就是啥物啊？功德水色，是啥物啊？会记得第7点有人读我哋Java process， 第7点头1点水色，安尼细汉呢，伊摕手翻伊皮带要放保释。7年呢，伊谈的功德就对1000条皮带啦。特别这故事真正长落来听了真正好。所以这个我若是要刷落啊，这个甲这条故事要我一点钟，所以我是讲给人听咯啊。对这个头1点的精神来看
欢喜心。第二项，伊知讲我今日桥是对头路，所以有地位，伊家己爱保持。所以第三点甲第四点呢，所么那三个当伢那为拜当阿桑甲你讲，嗰就何款啊？老早爱做好，特别每个你做好做咩？唔知啦，伊人讲好啊，唔知半项，这是戆戆做。本有真正些人爱做好，戆戆做。那你若何款就何款，伊家己人去做，伊家己发热心爱来做。叫做阿三甲你讲，我第二何款呢？是啥物？伊看人做，了人个叫讲，你来做啦！你讲，我就来做咩 ？OK 啦，OK 啦，还是得一钱，所以咱来吃看了真，你唔通看了这个物件，安尼小看无功德，有功德，你知有当时啊，查某你爱保持。来少年家保持，了伊 boyfriend， 你去倒落嘅，我要去暗啦。我你想讲要带你去倒落去佚佗，免啦，我今日骗讲我按照我要去暗，不你对我暗啦，你对我来暗啦。了这查甫笑，这查甫好啦，我对你来啦，对你来了，这查甫讲，较肥啦，保持啦，虾米保持？安怎做我未晓哦。伊无相信，你乱算蛇是你查某去叫我保持跪这个回事，后面我就着跪，我就较跪可伊啊，伊未晓不得要不要家己煮啊，家己食，我就跪啊，我就看可死，伊无相信，所以看欢喜爱做，特别无相信因果，特别主动爱家己发，是虾米事？伊伫这边地位无。虾米事地位无？伊袂晓听经，无听经，所以你看这淡仔的精神啊，无像淡仔的精神，伊知伊捌听经，伊知做好，伊这个唔知做好，去知伊来暗是虾米啊？因为伊笑这个查某，了这查某若是讲跪咯，伊跪咯，啊，咳了伊咳突，一刀啦，个加两刀三刀啦，突倒落去。然后睇下无定掉咧半咬啲咧头浆咧咬咧壳咧拔，壳去，都未使讲咧拔啦咧又未使讲啊！我唔好话歹心嘛，sorry 啊，伊无讲 sorry 个回事，伊讲 sorry 个个啊，所以这边无相信因果，所以有件事就无相。所以这个我讲正一条的故事，这个本是不大讲的，有一只狗。伊搭过对这个必济佛来，这个必济佛搭过大条咧包，了有一个饲牛的人搭日煮饭，了加减互这个必济佛食。这只狗是这个饲牛的人饲，搭日这个饲牛的人带这个狗去这个包位了互饭搭饭。咱这个狗啊，真正精神一看，咱这个饲牛的人讲，万底一半时我真正无闲通来也饭互你，特别我若是叫一只狗来，你倒拢来我厝会使袂？了咧必济佛讲会使，所以你看这只狗啊，真正聪明的狗，所以伊逐日像有这个做这饲牛的人，伊本参做菜园，所以有时真正无闲。9点声尔，你看这个狗去伫咧包喂3-4下，喂3-4下了，这必济佛在讲叫我去摕饭啦，所以对去。伊若是带这个必济佛去的时啊，伊要行头前，大只包位啊，有了蛇啦，有了这禽兽像魔生这较细的禽兽，伊喂有哪行有哪喂。伊时常啊讲啊，我这禽兽走，闪开啊，我身体伫行，所以这个狗看有了这个精神，特别伊无相信因果，伊毋是讲诶，伊是笑这个必济佛，因为虾米事必济佛食袂了，也互伊食。狗是想贪食，你若互我食，我就使用你啦，毋是讲伊有相信因果。你看，一只狗死了，噗天顶。
所以人唔通想讲这个就无样无食安尼看，这条故事，睇下白日我了了的时啊，这个因果经了我要吃这条经，互人吃这个三马瓦底的时候，你看安怎样伊会出世做狗，安怎样伊会出世做红公，死了伊去出世做红公，天公咧天顶，安伊个声真正粗，一只狗，逐个赶才禽兽啊，是大啥青秧白秧，会记我逐个讲啊，你安怎做咧？因果拍到对，伊去出世做红公，伊讲话细细声甲仙女本好，16里听会着。了伊若是讲大大声，讲咧天顶甲都听会着，你福建会知啦，你讲是伊个声错咯。俺这个声是小的声，闪开啊！我的先生来，闪开我的先生来。你看伊用讲，所以你看伊哈咪你做，你拍到对上，你来讲大声，伊大声。所以这边啊，一只狗伊无相信，伊本是去天顶。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甲第四个，这个是两行。那第五甲第六个是有别个沙哈个当，伢那三拜有当阿桑甲你讲。了第六个本是相，特别一个是主动发去做，第二行个人逼伊叫伊做，伊才做。你这边啊，我写互人听，有别个是咩？心平平，伊无欢喜，但嘛有欢喜心，这个无欢喜心。伊相信因果，伊无欢喜，但伊相信因果，安尼家己心发起要来做，安尼本有真正济功德，真正好，人唔通想讲无影无食，这物件。这边我讲过一条的故事，这条本是大啲福建的在来。有人会记好咧故事啊，一个人伊要买一块地，了要去暗号，咱的福，了伊去找咧台主讲。这块地会使卖我卖，然后你台主看衰这人，你食条买我的地咩？你摕金牌的涂骹无定着我卖咯，伊随随对去押金，用马车去押金，摆涂骹。这件暗是叫做日达瓦那暗，这个好野人是冤枉的安那达宾利加。这安那达宾利加，伊出名去这个日达瓦那暗。买这个地用金牌去，你看安尼款的人啊，人伊的家庭啊，伊是大富翁，大啲富的点声，伊有了鼓励，算钱的鼓励，早起就去做工，去只远去做工，日头是对来食，所以伊这个安那达边你讲，无论是伊家己的亲情，还是伊的鼓励。正着715，伊要叫伊规间厝的人受这八关斋，啥人今日人受这八关斋，老人体壳着受，特别唔拄一个鼓励，点无点5点起，日8去做工，日8去做工咧，这边的人啊6点来讨价，伊无讨价，伊去做工了，伊较另外较力上去做工，了这边6点来讨价。讨价了啊，11点食，11点食到12点，11点半，12点的人甲了无食，拢总点规间厝点，青，所以人看人受戒，受八关斋，大啲苦的点，但嘛只所我甲人讲点 ，especially 这个大堂点好，所以点。这个人呢5点去做工了，确定转来的时啊12点了，就转来12点，一看规间厝点了，一看一个人底饭23配互伊食，你讲大日我若是转来的时，真正规间厝嘎滚，了人去大吹食，安怎今日无看着半人拢总大点伫坐点，有诶去伫坐到底是虾米事？了，一个人就讲朋友啊，今日就是受八关斋的日，哎呀，真正未记讲，你早就出门了，了我人呢看了受八关斋，你早起安尼无食半项，未使受了。讲卖咯，你人看了受了，我一人无受，你人去天顶了，我唔免去天顶啊。所以卖，
买了伊讲啊，安怎做啊？早起甲贪婪，你无食了，你贪婪要受八关斋，你无食袂使啊！伊讲无要紧啊，死嘛是死哦。我阿姨就迄头家靠看伊讲唔免，你别日子才收，伊买。咱来想看，出不到空，安尼做甲贪婪12点无通食，安伊个工毋是平常的工，伊会先伫做这大巴物件，伫大骨甲规身躯看对来，无通无食。无食了，因为伊热心，伊爱受八关斋，所以伊受八关斋，点声伊心是有别噶，伊无讲欢喜，因为人不到啲腰，做工个真正喘，会欢喜咩？袂掂，伊mind是 neutral 是心平平，有别噶三个档。伢那300个档，伊知讲八关斋是好，那是无好，我头家无叫达人收。我那是知讲我头家达过，伊真正高估你的。今日我那是无收，我输人，功德我输人，所以强，所以这个就是叫有别个3个档，伢那300个档，上家里讲，人叫伊买做，伊讲我要做啦，你人好呢，买我好啊，所以伊强爱做，半暝袂动，因为伊人做粗工啊，真正大出力的，袂了伊头家看，伫坎坷的时啊，就讲头牛奶旁边物件可以食，伊卖食，头家袂使食就是袂使食，讲我下即个员工我无食，过12点半我无食就无食，死我不甘愿，伊个伊心力太强。伊死，或者没死，拍这边对开呢，伊大啲酋长咧，做酋长的红光。安怎会出现这条故事是安尼？有了500个这个出，这唔是讲回声来，是叫做圣人，那个 exactly 无穿衫裤，特别伊人啊，伊人无习惯，伊人本是想讲要吹先生吹无。但伊人渐伫吹先生，大伫一个喜马拉雅毛镇落来了要去一个所在，看到这酋长，伊人挖着这酋长了，这个500个，伊看到这个长，伊讲这个长啊有长神，真正大，这个长神啊，若是讲够有大着安尼有影，真着好的长神。了我人呢500个来到这边啊，嘴大无水通食，你来因了真饲惨这水，水呢伊长那边滴水，甲那流水啥水全流出来，哇欢喜神水食。安尼讲，哎呀，看那嘴大无了，特别我人行来几10支手啊，不到腰要去到干果园，噗出来张卡，干了是鬼。这叫500位说讲，你真正来咯！我人袂水伊来水，我人不到腰伊来过。这个长神是 special 的物件，假如若是有影铃声出现了，我人看，噗出现了看，这少年家，这500个妹，到底你做虾米？今日你人呢报复我人笑呢，你会看到我人会买呢？你讲啊，唔使讲啦。虾米事唔使讲，你今日会做红光，安尼出现的时，个规身躯真正水金当当，你到听到安尼是虾米来？你做虾米好？你讲啊，讲起来啊，我收半日的八关斋，半日娘，你都今日安尼啊？安虾米事？这个八关斋是佛家的，安这个那是人的修自己的八关斋啊。顶杯的功德，今日我受八关斋半日啊！你看我今日来出示一个红光，我会看你人笑虾米，你人欠用虾米，我有行动力互你人。安尼呢，伊就讲安尼啊，这500讲，到世间若是出佛伫倒落，伊讲佛伫社会国，这个500个去，这条故事本是大人这个三万瓦底的故事，但系要讲起来2、3字才讲会了，听下别个我讲一条经了，我才刷落，你看人安怎样失败，安怎起势。
所以这边你看，受这八关斋，这是第5甲第6，所以有8甲3个当，伊心平平，特别伊心力真正强，伊家己发出来。过一个，伊是有心平平，心力真正强，特别人叫伊做，伊才做。一个咱知就好。你这边啊，乱看，那是人坐禅，伊若是坐禅啊，坐vipassana禅，坐到9日到一个时间，伊叫做桑卡拉乌贝加。到这个桑卡拉乌贝加，伊人明白会看到这点的精神。看目睭呢，伊看到 rising falling， 唔使管呢，伊家己自动调了。and then 啊，佢走去点声，若是讲马肚人掂马肚人哭伊，也是讲日头啲拍烧，伊无哭，伊心平 ，very calm， 这个叫桑卡拉贝加。人讲虾米，人咧命伊大点，像个坐茶头呢，你去买只茶头，茶头会起红呢，未起红，会欢喜未欢喜。and 这桑卡拉贝加高咧所在，想。这边个边咱不有几哪人有坐甲高呢看站，所以人看，唔使听睇后事，即时就会。and 高安尼看站啊，是100%稳攞3事要出事伫天顶，唔是一时呢攞3事。所以人若是会骨力哦，这个坐禅，去这坐禅就暗两家咯。所以第7甲第8，有8甲3个讲，伢那未拜当阿三甲哩讲。第7甲第8呢，本是心平平，无相信因果，特别爱做。嗰一个人叫伊做，伊才做；人教伊做才做。所以这个可较无好，因为虾米说，伊无相信因果，但嘛伊相信因果，这个看来伊无相信。因对讲的这个相信啊，咱所做虾米物件，这点相信的心是真正要紧。因为人有相信。佢见了，伊才会来听；听了，伊才会来对；听了，伊无信，伊未对；伊未对，伊无机会通去好的所在。所以你看，这心力是真正要紧。这个叫做伢那三拜有当，哦，伢那未拜有当，伢那未拜有当是无相信因果，相信因果是真正好的物件。假如人若是会这边的，所以这边我讲我听是这，嗰是这种福建的才来。咱们汉那搭边你家大妈我讲我听你好家人，伊有一个囝，汉那我讲夹啦啦，你甲伊讲福利，讲唔免讲啦，唔免怕，无相信，虾米本无相信。and then 这个人无相信，伊阿爸逐日一保是500个1000个回乡，伊唔捌一刀去刀砍一身路一半。因为那是保时，伊做伊行走，and 大富翁，multi-millionaire，and 伊一点的相信本无。特别咱来想看，这个人啊，伊无相信，特别来出事阿爸安尼好的人，甲安尼好嘢，伊正是有做好。特别来出事一点的点声，伊心力无。and 这个。伊个囝，伊个阿爸知，我个囝是有福气的人，才今日来做我个囝。今日我真善良，特别我要安怎要互伊听经，伊莫听；我要叫伊听，伊莫听。了伊安怎做？伊家个囝，我互你100块，你去收8关斋一日。你去收，拜六暗你来收，你收一日，拜二早起来，你摕100块啊！咯，阿爸有影无？有影 OK 收。但你去到这点仔暗，逐人伫念经，逐人伫坐禅，伊找所在去困。你8关斋，我嘛是收8关斋，特别我困禅，你是看点样哈？个价3张证我要100块入了，所以过了一个天光对啦，100块哦 ，very good，终于啊你收8关斋哦，
啦，他们叫伊嘛泡牛奶排，下面好好去食啦，当佢做牛筋你食较饱淡薄啦。按伊讲，我买食，累来头先只食。所以你看伊无相信呢，是假啦嘛呢？所以阿爸无法就摕100块买落去食食。And then 伊爸我做虾米？惊喂，我再个去个一日。And then 伊有累买了，特别伊爸在做，一单我好你1000块。刷咯1000块，特别这个1000块较艰苦谈啦，你就去听佛讲经了，有一条诗，迄条诗啦来讲下我听，到了诗verse 啊，one verse 啊，你会晓一条诗，我好你1000块，会使咯，所以来，特别你就徛伫佛的面前啊，咱佛讲的经啊，你就要学甲有一条诗，所以苦思路徛看，and actually 去学的时啊，伊本是聪明的囝，到来出世啊，伊是精心的人，听会晓了，这会晓的呐，伊买大只当我拿要走对咯，要去念我伊爸听咯，特别佛在好这一课啊，有头无尾啊。就安怎做啊？佛做可以袂记啊！差嘛要去对阿爸要去讲袂话，我偷听学第2条，会晓了，我要啊，佛个做可以袂记。安尼听个规暝，半暝谈1个罗汉啊！就谈咗1个罗汉了的时啊，马在佛要去伊爸食蛋啊，伊带佛去了。甲500岁声，and then 伊爸看着，我的囝无想了，故事啊无往回想诶，回想诶捌诶得伊无动诶，将这个会带佛会捌伊诶牙，无想了，and then 伊谈着1个罗汉以后见笑了，哎呀！我爸唔通跳你1000块啲佛嘅面前夹出来啊，所以笑笑啊，娘。咱一看，咱不得在，咱伊爸讲，佛世尊，我今日看着我囝，我真正欢喜。了，我谈那要互伊1000块，哎呀，这个死啊啦！佛讲啊，这个1000块，你再互伊看，伊就讲了。阿爸，我买一个1000块，他们说谈了1个罗汉，他无他们有了，let go 了，帮阿爸，这个是买，and 佛教是1个罗汉信佛活正，你看无信的人变有信，对打落来，对一正下故事做好，所以你看伫这边啊，有8甲3个当，这个无你看。无相信报时，即我讲了听一条故事，人听了真正来咯。这条本是一日佛讲一条故事安尼。有真正久的尖声，有一个必济佛，伊住伫印度大山，了伊住伫山坑，伊逐个伫坐山，伊涂骹真正粗，了伊想，我要来去讨淡薄大拿列，人在大拿列了，头毛啊。人伫做木匠的，但那咧有的，所以去伫倒落，人伫做木匠的位，了一个查某囡仔，伫做木匠，你知人烂咧土，一个烂像烂车呢，烂咧个敲虾米物啊，做规完，按这必济佛徛伫面前，按这个查某是无相信的，无相信报死的，恁看像啊西目尾看就会想。几回想，徛伫我的面前，这个未想是要来讨食，我伫这做这头毛，我满了有物件通食。了一看，你来食头毛啊？来食我互你去玩你头毛，去在去借佛买头毛，要来做个头壳，特别这个囡仔热了，那互你去玩你头毛啦，去食啦头毛啦。人你看，
就比较谈到这头毛去做一套卡，做了真正爽，一节钱真正好事。讲得有，但是因为无相信因果，因为一的心，无欢喜的心，也无讲认真，怎讲啊？嗱，你嘅集头毛也去啊，也去集。想讲日啊，想讲自己也无玩个自己，伊去出事啊，一个查某，达人看到伊，达人会信。maybe 啊，像个飞团的伊即个吹准了白，你看了开了个白，你看，and then good， 会使讲啊，像半车命。特别因为伊好了这个头毛啊，好了福比这福的心情要欢喜，所以伊要大快乐。伊谈到虾米啊？伊讲的，但攞一个查甫可以动着 electric shock， 你人有听无 electric shock？ 电啊，未走啊！你望着啊，做望就顾就好啦。所以一日查某囡仔伫佚佗阿姊路也朋友来看目睭，又走来走去，昂也无掂讲，我要来装作百姓，要来去看暗暝去行看有人讲臭，即个王姜无看讲我做王有搭路唔对无。and then 昂起啦，去声我，and then 这查某囡仔甲了规顿你阿姊路看目睭，拄好伊着咧规囝着白睭，昂来去心冧着，就冧着昂本身就 electric shock 去，然后安怎做啊？安怎安尼厉害，看着是上个鬼个呢？然后讲，兄你教人未？啊未教人，你会使做下无未？你对教我阿爸讲，咱老人带去教阿爸讨钱。伊阿爸讲，咱个囝是鬼个囝，个人来讨钱。了到底啊，无代表即个人本是巧个人，巧甲欢喜定着伊才有。像讲有一个查某做某就好了啦，就是因啊因好。特别你看王啊，逐暝伊才来。天光4点一对来换王将了去做，所教完了，逐暝对来咯，对来了啊！伊讲这王讲惨啊啦，这个查某呢安尼恰死，我来带对王将，逐人讲这王笑，安尼这查某买去见到这个安尼饲鱼的故事啊，所以讲。特别即人讲安尼话，唔捌互这查某动着，但互这查某动着，别路人才会知。所以安怎做？拄好一个查某阿爸破病了就研食一个虾米煮虾米 special 的糜。了讲互查某囝啊，你阿老公讲就食安尼款的糜，是啊啦，安尼款的糜，我就累通买我讲啊无你讲我咧囝婿只，我拉萨我囝婿本是真正坎坷的人。啊！不，你讲罔看，所以阿妹即个查某讲个呀，查甫人听啦，往来讲啊，我阿爸爱食即个物件，老公讲就食。你做好啊人啊，我知讲是老公是坎坷啦，我讲好啦，我知我摕来，所以做 special 的糜，拿拿一个拿伊做一个糜，伊讲啦，今暝你食一拿，我知暝你食。嗰一拿，然后一拿伊系昂嘅金器伫迄边，所以头一日食了，呀，爸好事，好事了，昂半暝转去，啊，天光转了嘅时就安怎做？就转去了嘅时，伊讲哦，我要穿我金器，了昂讲嘅人去吹，昂啊，你金器无啊？昂讲敲规木杆敲无，声我本去敲。敲着一个查某的厝，然后安怎做啊？然后讲啊，呀爸来，问阿爸甲阿妈，安怎这金器来这个位啊？我这个金器啊，实在我是一个囝婿摕来啊，我系囝婿摕来，你个囝婿大得咯，我唔知啊，伊逐过来暗，天光我未见天光伊走。
了问个某，叫个某来问，我唔知啊，逐个来暗暗了，我目睭阁唔看无咩明白，我就望伊尔。了我袂认你啊，特别我会望，我会手，安尼后尾说昂真正是甲会望，了伊阵阵望，伊阵阵望，后尾啊阵阵望伊个查甫人个手，三摆伊个查甫人个手安怎样，安怎样伊会知。伊讲啊，若是逐人互我望个手，我会知我查甫人。所以，看人昂讲好，去一个厝囝。规个北汉的人就要伸手互这个查某望，然后看好一个头铁这个金丝一嘴，我逐人互就伸手，啊未伸手就其实逐人看，逐人头指咦死啊！特别往个灵无法啦，逐人就伸手了查某望，一个望，一个讲啊，较久淡薄啦 ，electric shock。按买来安怎做咋？到望了的时啊，逐人望伊讲无昂个手啊，就望咗昂个手，呀，出嚟啦！我系查甫人出嚟啦！我系查甫人，逐人看，就昂只梅也作人正人，你人家了好车查某望有，望就是人嘅心安怎？哎呀，昂啊！我人希望讲伊阵望啊，唔通放啊！安尼特别嘅查某到底是一嘴啊？昂啊，应该你带转来做某，了马路一只敢带一个某转来。这条是不咋讲嘅，这条是真正 interesting。你看，保险看卖特别无相信，特别伊人摕来用。所以唔通看衰即个保险，所以今日你看我跳，我放较咩淡薄，because 拖着我，了个第二项我听。